咱个继续来关心，蔡政府执政8年来便超过2条的特别预算，也毋过，那别立委按算讲要来提案，要求政府得爱先有计划才通编预算。民进党团是回应指出，讲马英九执政的时，冇动用特别预算。新家长陈水扁是表示伊希望在野党卖修法，会当来加强对计划的审议。 省长现在有国民党的立委希望删除这个临时的那个特别预算，是不是接下来会影响到未来的这个预算？面对在野提出限缩特别预算，新加坡新家长陈水扁悄悄无回答。初二去立法院备询，针对111年度中央政府总决算审核进行报告，公告新加坡就政府重要施政计划、民生重要议题加强查核，包括打造治安、交通安全、改善所得分配，拢是今年度查核的重点。有关国际民生议题纳列为 本113年度之查核工作重点。为李登辉到蔡英文执政以来，政府有超过4条的债务来自特别预算，其中蔡总统任内编列2条4961亿，比陈水扁7800亿、马英九8200亿拢较悬。国民党团、民众党团认为，拢是造成国库欠债原因。现在特别预算就是被滥用啊！ 乱丢出来，乱编又乱花。新竹棒球场一下用了12亿，还弊案不断。他的特别预算几乎100%都举债，举债是什么概念？举债就是叫我们的子孙付钱。南北党团拢提案要限缩特别预算，删除无定期也是数年一摆重大政事，避免特别预算突然编列。不过民进党团批评，特别预算是经济大萧条，也是大地当中特殊紧急情况，政府会当动用的救命钱，删除动机法源。 是咧扣国家的后卡。这样一个修法是立法权来凌驾行政权，更是压缩了政府应变的预算弹性，就是扯国家的后腿。一方面要砍特别预算的法源，一方面自己要提特别预算，也就是国民党的党编提出了3个特别条例，尽量避免啦。开始的计划很重要，是要加强计划的审议啊。另外，新加坡针对囡仔生低少的议题，建议提升婚育价值观，鼓励加结婚，都有机会加生囡仔。不过，民进党立委陈培武认为，新加坡无应该提出将2个白纸会保守报告。但水面回应已经请国科会做实证分析。记者综合报道。